各位觀眾，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10月17號星期五，歡迎收睇本週嘅波蘭中文電視。我係主播蘇晨，多謝大家嘅關注同支持，我哋會努力為大家提供更多、更即時、準確嘅新聞資訊。以下就係本週嘅重點新聞：一、法官再延禁令，暫阻川普派兵進駐波特蘭；二、數十套平價住房即將開售；三、公園80%嘅設施老化，市政府以加稅籌資維修。四、俄勒岡州就業不充分率創4年嘅新高。五、槍支已經超過車禍，成為中學生主要死因。下面請收睇新聞嘅詳細內容。聯邦地方法官星期三宣布延長先前2項臨時禁制令，再次阻止川普總統向波特蘭部署國民警衛隊，限制為期2週，等待聯邦第9巡迴上訴法庭裁定。呢項命令暫時禁止川普政府將約200名俄勒岡州國民警衛隊士兵調派到南波特蘭。原本呢啲士兵係要駐紮喺聯邦移民同埋海關執法局辦公大樓外邊，協助維護治安同埋安全。法官指出，目前並冇叛亂威脅，地方警察有能力維持秩序，聯邦執法人員亦能夠履行職責，因此聯邦政府派兵嘅決定缺乏法律依據。川普政府此前已經將200名加州國民警衛隊調到波特蘭，並動員德州部隊待命，但係因為法官嘅命令，至今未能有警衛隊實質進駐。波特蘭知名非營利住房機構宣布將會啟動名為玫瑰之城基金嘅合作計劃，將轄下66棟出租住房翻新後出售，轉型為平價自有住宅，俾低收入家庭同埋首次購屋者有機會成為屋主。呢批房屋包括單戶住宅、雙拼屋、三拼屋同埋小型公寓，主要係位於波特蘭 South East 嘅 Bartman 社區。根據計劃，現有租客將會享有優先購買權，其次就係首次購買屋者以及低收入家庭為服務對象嘅非營利機構。根據規定，至少半數房屋將出售俾首次購屋者。另有15%優先會提供俾現有嘅房客。該機構邀請有興趣嘅居民透過官網註冊了解詳情。Rich 總部位於波特蘭南部嘅摩迪大街4150號，佢嘅電話係503-231-0682。市政府最新審計報告顯示，全市超過80%公園設施老化嚴重。遊樂場、步道同埋公共廁所等多數資產狀況為不良或者極差，部分甚至面臨關閉風險。市政府表示將會喺下個月公投中加入加稅嘅方案，以籌措維修嘅經費，避免公園設施進一步惡化。審計指出，公園局近年積極興建新公園，但係忽略咗原有設施嘅維護，造成老公園基建危機。報告批評該局缺乏整體財務規劃同埋長期可持續性嘅策略，部分新建項目係受政治壓力推動，並唔係處於市民嘅需求。公園局就回應，如果冇新嘅資金來源，預計15年之內1/5嘅公園設施將會被迫關閉。市政府強調喺未來加稅收入將會執行專款專用，令到波特蘭居民嘅社區公園得以長久維持安全同埋可用狀況。官方數據顯示，隨住大型企業裁員潮持續蔓延，俄勒岡州失業率已經連續2年上升，目前達到5%。同時，就業不充分率更喺今年春天以嚟急速上升，而家達到9.3%，為4年嚟最高水平。所謂就業不充分率係指嗰啲雖然有工做，但係工時不足或者收入唔穩定嘅人，例如係想全職做嘢，但係只能夠做兼職，或者已經放棄咗積極求職嘅人。值得注意嘅係，俄勒岡州就業放緩速度遠遠高於全美平均水平。喺今年春天以嚟，俄勒岡州
就業不充分率上升速度幾乎係全國嘅2倍，就業市場喺經濟降溫中受到衝擊更為嚴重。經濟學家就警告，如果企業投資或者消費信心持續下滑，州內嘅兼職或者臨時工工作恐會面臨更大嘅壓力，亦會令到居民購買能力下降，拖緩整體經濟復甦嘅步伐。由華盛頓州州立大學研究團隊主導嘅一項全國性嘅研究顯示，美國中學生同埋高中生死於槍支事件嘅人數喺過去20年大幅上升。對都市地區嘅高中生而言，槍支如今已經超過咗車禍，成為首要嘅死亡原因。調查顯示指出，自2017年以嚟，美國11到18歲嘅青少年主要死因已經由交通事故轉為槍支致死事故。數據顯示，喺都市區，高中生死於槍支嘅比例已經超過車禍，而喺鄉村地區，車禍仍然係高中生嘅主要死因，但係呈下降趨勢，而槍支致死就逐年上升。專家強調，如果要有效咁減低青少年槍支死亡，必須針對唔同年齡層設計更有針對性嘅安全教育同埋防範政策。以上就係本週嘅重點新聞，佢哋嘅詳細內容可以喺波特蘭新聞嘅網站、Facebook、微信公眾號，又或者手機應用程式上面睇到，亦可以請到我哋波特蘭中文電視嘅 YouTube 頻道上面收睇都得。本週嘅波特蘭中文電視就到呢度結束啦，多謝你嘅收睇，下週同一時間再見。